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et Alive， 一個探索真實人生故事嘅頻道。透過分享那些不向命運低頭、勇敢追夢嘅故事，希望啟發每一位聽眾，用自己嘅方式創造你嘅不平凡人生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咁今日呢，我哋要討論嘅主題就係黑粉文化。其實一開始我開呢個頻道嘅時候呢，我係想分享一啲人物故事啊，講下啲名人同埋藝人嘅經歷。咁我慢慢做落去之後呢，我就發覺咗一個幾特別嘅現象，就係好多藝人一旦爆紅咗之後呢，就會經歷一段被黑粉攻擊嘅低潮期。咁有幾多人中意你，就會有幾多人討厭你。你做藝人唔單止要有才華，要有唱功同埋演技，仲要有心理質素去面對無理嘅攻擊。咁呢樣嘢咧，其實都幾可怕，因為變相咗就好似係成功嘅代價。當我開始做呢一啲比較深入啊，探討人性嘅主題之後呢，我自己都喺留言區嗰度接觸到一啲黑粉嘅留言，雖然唔多，但係都令我覺得，咦，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啲人可以用咁嘅角度去睇一件事，去批評你。咁呢啲留言呢，雖然會令人覺得有啲唔舒服，但係都令我見識到人嘅複雜性。當然啦，大部分嘅觀眾都好正面、好支持，同埋我都覺得好感激。咁呢個世界上呢，真係一種米養百種人啊！同一件事可以有完全唔同嘅睇法同埋理解嘅方式。咁呢條片呢，就想同大家嚟探討一下黑粉現象，以及幾位被黑粉攻擊嘅藝人。咁喺故事開始之前呢，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嘅話，請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撳下個訂閱啦。咁或者俾個 like 同埋留言，表達下你對黑粉文化嘅睇法。咁究竟咩叫做黑粉文化呢？所謂嘅黑粉呢，又或者叫做 haters or anti-fans， 其實就係一班唔中意某位藝人，但係呢又好着緊呢啲藝人嘅一舉一動嘅人。佢哋唔單止唔支持，佢哋仲會特登去留負評啦，去造謠啦，去抽水，甚至會發動網絡嘅攻擊。咁黑粉文化呢，就係指呢一種現象，就一個人越紅，黑粉就越多，你越有成就越容易被針對。咁有時候呢啲 haters 呢，根本唔了解呢位藝人嘅，純粹係因為以下嘅幾個原因。佢覺得呢位藝人太紅啦，紅得太快，覺得佢唔值得咁紅，或者覺得呢位藝人嘅 fans 太多太煩，於是就討厭呢個藝人。或者呢位藝人咧同佢嘅偶像撞期啊，於是咧就踩低呢位藝人嚟捧高自己嘅偶像，或者純粹係因為妒忌心作祟，唔見得人好。呢一種文化唔單止會傷害藝人啦，亦都會令到成個娛樂圈變得扭曲。咁好多人為咗避免被攻擊咧，都變得唔敢表達自己，收埋啲才華。所以我覺得咧，我哋要講呢個話題咧，唔係為咗要幫邊一位辯護，而係想大家一齊反思，點解我哋會對成功嘅人咁苛刻。咁第一位我想講嘅咧就係姜濤，其實佢都係我開咗呢個頻道之後咧，第一次真正接觸到黑粉文化嘅一位代表人物。咁我一開始係帶住一個好好奇嘅心去了解佢，點解一位新生代嘅偶像會咁受歡迎之餘，又有咁多人鬧佢、踩佢。咁我當時咧係真係唔明嘅，因為佢明明又咁努力啦，又禮貌，唱歌又唔差。之後我都開始慢慢發掘到背後嘅一種黑粉文化，即係一個人一紅就一定會有一堆人想拉你落嚟，唔係因為你做錯啲乜嘢，而係因為你太紅，太多 fans， 甚至係因為你唔符合佢哋嘅審美標準。姜濤被針對嘅原因有幾個啦。第一，佢係 Mirror 入邊人氣最高，成日拎獎同埋上頭條，無論係唱歌、拍戲或者廣告嘅曝光率都好高，成為咗風頭躉。咁第二呢，就係因為佢嘅粉絲團姜糖呢都好團結同埋好積極咁樣去支持偶像，有時候呢，喺公開場合嘅聲勢就好
好強勁，可能會令到其他嘅一啲圈子覺得佢哋嘅聲勢太過好大啦，產生咗一種無意嘅比較或者誤會。第三呢，就係好多人都會質疑佢嘅實力啦，覺得佢主要都係靠外形或者係粉絲嘅支持先至可以紅，甚至有人覺得佢嘅成功呢，唔係來自佢嘅音樂或者佢嘅表演，而係靠人氣。但係我覺得咧，呢啲咁嘅標準呢，對藝人嚟講係其實都好唔公平，因為佢係一種精神嘅壓力。因為無論你點努力都好咧，你都係控制唔到人哋點樣去睇你，點樣去攻擊你。所以姜濤咧，俾咗我一個啟發，就係話你要做偶像，你要紅咧，你必須要有勇氣，因為你唔只要有實力，同埋你都要夠堅強，你先至可以撐得住成個娛樂圈俾你嘅壓力。咁第二位我想講嘅呢，就係因為參加咗《中年好聲音3》而爆紅，之後就開始被黑粉攻擊嘅張雨晨。佢喺《中年好聲音3》比賽期間呢，一直都係大熱門，屬於係人氣最高嘅選手之一。佢係屬於嗰種全能性嘅參賽者，無論係唱功、台風同埋製作嘅能力都有。而且《中年好聲音3》搞活動嗰陣呢，佢嘅 fans 團通常都係最多人嘅嗰個。正因為咁呢，有啲人就開始唔平衡啦，覺得佢搶晒風頭。其實由佢一開始參加比賽呢，就已經有黑粉攻擊佢，例如話佢整容啊，話佢嘅樣貌唔討好啦，甚至批評佢決賽嗰陣着嘅衫太誇張，話佢擺出一副我一定攞硬冠軍嘅樣。到咗比賽完咗之後呢，媒體嘅抹黑同埋黑粉嘅攻擊呢都未停過，話佢住凶宅啦，話佢留長頭髮啦，甚至最近攻擊佢嘅性取向，仲牽連埋佢身邊一位同佢一齊出生入死咗15年嘅工作夥伴。呢啲講法呢都令到雨晨好心痛，因為作為一位心地善良嘅人，佢唔介意自己俾人講，反而係唔想因為自己嘅事連累到身邊一直默默支持為佢付出嘅人。其實張雨晨嘅呢段經歷呢，同姜濤都有啲相似，兩個都係參加比賽出身，人氣又高，跟住就開始被黑粉攻擊，同埋呢，佢哋嘅粉絲團都好活躍啦。之前佢哋亦都有合作過，《愛情簽證申請》呢首歌呢，就係由張雨晨為姜濤作曲嘅。佢哋呢啲被黑粉攻擊嘅遭遇呢，有時都會令人不禁咁反思，點解一個人紅咗之後呢，就要承受咁多無理嘅批評同埋傷害？最後一位我想講嘅呢，就係我自己都好欣賞嘅一位女歌手啦，佢就係 Joyce 鄭欣宜。佢係肥姐沈殿霞同鄭少秋嘅女，可以話一出世呢就背住星二代嘅身份，由細到大呢，佢都係喺觀眾嘅視線之下長大。細個呢已經上節目同媽咪一齊出鏡，但亦因為咁，好多人對佢有好多嘅投射同批評，包括對於佢嘅外形啦、樣貌啦，甚至係覺得佢靠媽咪起家。佢出道做歌手個時候係喺2010年啦，嗰個時候佢嘅媽咪已經離世。不過初期佢唱嘅歌好多都係苦情歌，完全唔符合佢性格中嘅陽光同埋堅強嘅形象。即使佢唱功再好，黑粉都係依然喺網上不斷地踩佢嘅身形，話佢靠媽咪，甚至有人話佢博同情。而坊間一直都攻擊佢嘅身材，話佢肥，話佢唔靚，唔符合明星嘅審美標準。佢曾經都一直好努力地減肥，甚至減到影響咗健康。但係到咗2014年左右啦，佢就話佢唔會再刻意減肥，而係選擇接受自己，用音樂去講出佢自己嘅心聲。佢出咗一首好出名嘅歌，叫做《你受夠了嗎》。之後2016年佢又出咗首《女神》，用嚟鼓勵嗰啲唔符合主流審美標準嘅女仔，話俾佢哋知你都可以係自己嘅女神。我覺得呢首歌完全反映咗佢嘅成長同埋轉變。佢唔單止用音樂撐起咗自己，仲幫咗好多聽眾揾翻咗自信。其實我反而覺得佢比好多人都堅強，因為佢唔係攞悲情嚟做人設，而係用痛苦轉化為力量。今日我哋分享咗3位藝人，分別係姜濤、張雨晨同埋鄭欣宜。雖然佢哋3個嘅背景唔同，經歷唔同，但係有一點好相似嘅，就係佢哋都係黑粉文化嘅受害者。
你越努力，越多人中意你，就會越容易吸引嗰啲唔中意你嘅人。喺呢個網絡嘅時代，呢啲攻擊往往變得冇底線，唔單止針對你嘅作品，仲針對埋你嘅外貌、你嘅人格，甚至係你嘅屋企人。一個藝人要紅，唔單止需要有才華，更加需要有勇氣去面對呢一場考驗。但係我好欣賞嘅係，佢哋都冇被打沉，反而變得更加堅強，用自己嘅方式行出咗一條屬於自己嘅路。咁你又點睇呢？留言話俾我知，你覺得對付黑粉文化最重要嘅係乜嘢？或者你有冇中意嘅藝人都曾經被黑粉攻擊過？都歡迎你哋分享你嘅感受。如果你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就請你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一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